如果你遇到以下呢幾類嘅情況咧，千祈唔好同呢啲人合作，如果唔係你會輸得好慘。第一點，成日將啲宗教掛喺口邊嘅人，試圖用宗教同你打關係嘅咧，咁呢啲人一定要小心啦，因為呢啲人可能咧係希望借住宗教咧嚟博取你信任嘅啫。第二樣嘢，真正做生意叻嘅人咧，係唔會周圍同人哋講話佢識得邊個同邊個局長好熟，或者係識邊個高官。因為真正有呢啲資源嘅人咧，係唔會立亂噏出口嘅，佢唔會希望俾人哋知道咧佢有呢啲資源。第三樣嘢，一直有意無意咁吹噓佢好有錢嘅人，試諗一下，如果而家有個賺錢方法，你會唔會周圍同人哋講啊？第四點，相信自己直覺。如果你同呢個合作嘅時候咧，你覺得佢呢個人咧怪怪地嘅，千祈唔好勉強，生意係做唔晒，錢係賺唔完嘅，寧願錯過個機會，都唔好夾硬同人哋去合作。我阿 Roy 創業初期咧，就係因為忽略呢幾件事，冇好謹慎咁樣挑選一啲合作嘅對象，所以咧蝕咗係超級多錢啊，絕對係有7位數或者以上。所以你都唔想好似我咁咧，記得慎選你嘅合作伙伴啦，同埋關注我阿 Roy，同埋關注我 channel 創業輕鬆，生意更陰功。